Hello，大家好，又係我 Full Time 的 Danny 生啦。咁今日咧，我落咗唐人街咧，去一個好有特色嘅博物館嘅嚇。咁如果喜歡懷舊嘅你咧，係值得嚟呢度睇一睇噶。咁咧順道咧，我想試一試咧喺低光環境下咧試兩支嘅鏡頭嚇。咁好，我哋馬上去片。今日所介紹呢，就係位於唐人街片打東街51號嘅華裔博物館啊！如果你之前呢有睇過我介紹呢個中華文化中心大戲嗰條片呢，咁佢其實個位置呢，就喺呢個 building 嘅斜對面啦。呢棟啡色嘅建築物就係啦。呢棟已經擁有過百年嘅歷史嘅建築物，已經被加拿大政府呢列入為文化嘅遺產啦。雖然呢個建築物呢已經有好耐歷史啦，但裏邊嘅設計呢相當之新穎。喺一樓呢，你就會見到去展示呢個館嘅一啲嘅歷史嘅照片。去到二樓呢，你就會去到一個叫做夢想工房嘅地方，去展示1980年至到2000年華語歌曲嘅黃金年代嘅照片啦。仲有你會見到好多歌手嘅一啲表演過嘅服飾，你都會見到嘅。去到呢個長廊最後呢嘅右手邊呢，你又要發現另外一個房間，裏邊呢係一個超大型嘅卡拉 OK 房嚟㗎。你可以呢喺裏邊呢高歌一曲。咁當然啦，裏邊點唱嘅歌曲一定係1980年至2000年嘅一啲懷舊金曲嚟嘅。博物館裏邊可以卡拉 OK 都係第一次見啊，所以我即刻呢就同我朋友，不如點個唱，一齊唱首歌咯！呢度真係太厲害啦！估唔到博物館裏邊有卡拉 OK 房，而且仲係咁大。而呢個卡拉 OK 房嘅亦都掛滿咗好多經典嘅唱片嘅封套。我諗啊，總有幾隻啊，你都會擁有過㗎。一般嘅展館呢，通常都唔俾帶閃光燈同埋腳架嘅。呢個展館亦都唔例外。所以今日呢，我特別帶咗兩支定焦嘅鏡頭，分別係35 1.8 STM 鏡頭同埋45 1.2 STM 嘅鏡頭，喺低光環境下做一啲嘅測試嘅。喺低光環境下呢，我特別攞呢兩支嘅定焦鏡頭，想試下呢嗰啲散景嘅。今次呢，我主要試呢就係呢支45 1.2光圈嘅 STM 鏡頭，佢比原廠嘅 L 鏡呢仲要平成4-5倍啊！比一啲雜廠嘅牌子嘅鏡頭咧仲要平。咁我咧就攞啲唱片嘅封套試下去1.2光圈啦、4光圈啦同8光圈嘅散景表現嘅。事實上出嚟嘅效果，如果唔喺背光環境下咧，佢嘅散景都係好理想嘅。拍攝完2樓嘅呢啲唱片封套之後咧，都係時候上3樓咧拍攝一啲歷史嘅一啲嘅文物啦。展館內呢，柔和光線的確令到呢個環境呢就充滿咗氣氛。對於攝影人嚟講，呢個呢就屬於低光嘅環境，所以呢用呢個大光圈嘅定焦鏡頭都無可厚非嘅。可能你會問啊，你已經有支45.2光圈，點解你仲要帶支35.8光圈啊？你睇一睇呢幅圖啊！呢兩張相係喺全開光圈環境下所拍攝嘅，你會見到35mm 嘅鏡頭，因為有微距嘅功能，佢可以咧擺到支鏡頭好埋，形成咗一個較大嘅放大率。相反呢，45mm 鏡頭就冇微距嘅功能，所以出嚟嘅散景嘅效果呢，其實我就覺得差唔多啦。喺參觀完呢個加拿大華裔軍人展區之後呢，喺隔離呢就有一個充滿懷舊色彩嘅客廳同埋一個教室嘅，佢係還原華裔博物館前身嘅
永生號大廈裏邊嘅一啲嘅擺設同埋一個裝飾嚟嘅。喺呢度你可以周圍去影相啊，同埋參觀嘅。喺客廳呢度呢，真係可以講話件件古董啊，都大過我嘅。葉先生呢個人呢，都重視教育嘅，所以喺客廳隔籬呢，你會見到一個教室嘅。想當年呢，葉先生嘅子孫呢，就喺呢度上堂噶啦。你唔好睇呢度啊，細細間啊，其實喺呢度呢，係溫哥華一間最悠久歷史嘅一間註冊學校嚟噶。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呢間學校嘅，我都會建議你登記呢，成為佢其中一個學生。喺課室嘅其中一個牆壁上面呢，有個攝影機喎，你只要對住鏡頭笑一笑呢，咁你嘅影像呢就會被記錄，之後輸入你嘅姓名同埋你嘅電郵，佢就會寄翻張相俾你噶啦。你睇下，我已經登記咗成為其中一個學生啦。以下落嚟係我今次參觀嘅拍攝嘅一啲嘅照片，請你細心嘅欣賞啊！唔知你買一支鏡頭返嚟嘅時候，會用支鏡頭嘅咩光圈呢？如果你問我呢個問題，我毫不猶豫就會答你。我通常呢會用呢支鏡頭最大光圈去拍攝啦，同埋佢所謂嘅最優質嘅光圈去拍攝啦。所謂最大光圈就係鏡頭光圈數值最細嘅、吸光量最大嘅一個光圈嘅設定。佢對於暗光下環境嘅拍攝呢，絕對係有利嘅。所謂嘅優質光圈呢，就係一支鏡頭嘅最高解像力啦。通常一支鏡頭最大同埋最細光圈嘅中間呢，就通常係呢個優質嘅光圈嚟嘅。對於呢兩支鏡頭嘅影像質素測試呢，其實網上呢都有好多噶啦。我特別喺描述欄呢就擺咗兩條連結呢俾大家去參考一下。今次測試所用嘅兩支民用嘅鏡頭，分別係35mm 1.8 SDM 鏡頭同埋45mm 1.2 SDM 鏡頭。佢本身嘅價格呢都係好合理嘅，特別呢適合呢一啲呢初學影相嘅朋友去感受下究竟大光圈嘅鏡頭係有啲咩感覺嘅。當然，如果比較解像力嚟講呢，佢一定冇一啲貴價鏡頭呢做得咁好噶啦。價錢啊都相差成4-5倍啊！如果話俾你聽個影像質素係一樣，你都唔信啦。拍攝使用大光圈鏡頭呢，通常初學者呢都會犯咗一個小毛病嘅，就係影所有相呢都用最大光圈去影相。但有時呢，影相嘅時候呢，都要留意下佢個景深有效範圍係去到邊度嘅。譬如影一個模特兒啊，如果你影佢側邊嘅話，右眼清左眼矇，你嗰個模特兒中唔中意呢？咁所以呢，有時運用啲大光圈嘅鏡頭呢，都要拍攝出嚟呢，去睇一睇個影像係咪合乎你嘅心水，然後呢，你先好影啊。所以呢，拍攝呢，除咗係要講究呢個構圖色調之外呢，有時景深控制呢都係攝影人呢佢必須要注意嘅一樣嘢嚟嘅。運用大光圈鏡頭去拍攝喺暗光嘅環境之下呢，一定係有利嘅。譬如有啲演唱會嘅場合係唔俾用閃光燈，有啲展覽館亦都係唔俾用閃光燈嘅。咁大光圈鏡頭呢喺呢啲環境呢就絕對有利噶啦。老土啊，都係要講一句噶啦。影相呢樣嘢呢，就係要你點樣去多角度、多思考，同埋點樣去控制你嘅景深。我相信你做到呢啲嘢，你嘅作品都唔會差得去邊度噶。雖然好多人可能會同你講，我哋做事呢一定要向前看啊，但係華裔博物館呢度呢，就記低好多華人喺舊陣時一啲嘅輝煌嘅歷史。我覺得啊，得閒去懷緬下都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啊。特別係中意影相嘅我啊，我一定會將呢啲珍貴嘅記錄留低嘅。唔知道你有冇興趣加入我呢個行列呢？
喺呢度咧，分享少少嘅執相嘅 tips 俾大家啦。好多時我哋用闊鏡頭咧影相嘅時候，都有啲嘢咧影唔晒喎。但大家唔好失望住，你可能咧去變形工具去做一啲變形嘅矯正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你影唔到嘅嘢咧，其實係影到嘅。希望呢個實用 tips 咧幫到大家啦。最後啊，我要特別感謝華裔博物館嘅所有嘅員工，包括阿 Joy 啊同埋阿 Wolf 啊一啲嘅詳細嘅介紹，亦都感謝我好朋友阿 Steven，亦都有喺裏邊咧講解咗好多嘅。如果你聽完我講解之後，對於呢個華裔博物館有興趣嘅話，你可以到以下嘅網址去索取佢更多嘅資料㗎。好啦，咁啊頭先咧，我喺裏邊咧又遊走咗一圈啦，咁啊影咗唔少嘅相，我亦都試咗兩支嘅鏡頭，分別係35mm 1.8 STM 鏡頭同埋40mm 1.2 STM 鏡頭，亦都拍攝咗唔同嘅角度，亦都講咗佢有啲有啲嘅限制啦呢啲鏡頭，但係喺一啲情況下咧，佢的確係你個好幫手嚟嘅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懷舊嘅你咧，咁呢個地方咧實在咧值得咧你嚟參觀嘅嚇。咁咧，但係大家如果嚟呢個地方嘅時候，要記住佢嘅開放時間係好特別㗎嚇。望下呢度嚇，係啦，冇錯啦，就係星期三至星期日嚇嘅時間。嗱，如果你禮拜一同埋禮拜二嚟咧，你就會摸門釘㗎啦。好，咁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歡 Photo and Net 嘅頻道，麻煩免費訂閱。咁如果喜歡呢條片嘅介紹同埋講解嘅，咁麻煩你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啊。好，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㗎啦，拜拜。